大家好，我係月仔，歡迎乘搭越來越好專線。今日我哋參觀第10條路線，首少陽三焦經。呢條經脈一共有23個穴位，我哋從無名指末端嘅關衝穴出發，於第4、5掌骨之間上行，隨於前臂背側兩骨之間，經過爪尖，沿上臂外側，再向上經過肩部，穿以斜上行至目外眦，最後到達絲竹空穴。手少陽三焦經可以緩解熱病導致嘅頭面五官症狀，以及經脈所經過嘅其他病症。我哋即將到達外關站。外關穴位於腕橫紋背側上2寸，喺尺骨同橈骨間隙中點。一切風寒暑濕邪、頭痛肺熱外關起。呢個穴位係熱病嘅首選穴位，可以緩解熱導致嘅頭痛、甲痛、目赤腫痛，同時可以去風濕、通經絡、止鼻痛，可以緩解上肢臂痛、肋間神經痛。我哋繼續前進，下一站自溝站。等陣啊，我爺爺仲未上車啊！快停車啊！啱啱落車休息嗰陣，佢話佢去廁所，但一路都冇返嚟。等我睇下先。爺爺你唔係又便秘啊吧？冇啊，邊度有啫？不如你試下按摩支溝穴啦。支溝穴位於前臂背側，腕橫紋背側上3寸，喺尺骨同橈骨間隙中點嗰度，亦即係外關穴對上1寸。支溝穴有清熱理氣、降液通便嘅作用，係緩解便秘嘅特效穴。好臭啊！翻晒。除咗緩解便秘，支溝穴仲可以緩解耳鳴、耳聾、中耳炎、乳汁分泌不足、暴音。好啦，今日嘅旅程就到此結束啦。咁你仲有朋友可以繼續同我一齊遊覽足少陽膽經。我哋之後再見，拜拜。手足陰陽臟腑神經脈，食按穴位心得更去做。成日咳嗽拍肺經，肚屙便秘大腸經，延年益壽調胃經，祛濕減肥益脾經，口舌生瘡蠶心經，肩耍疼痛小腸經，腰酸背痛膀胱經，保健鎮